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你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有啲台菜詩人嘅林啟峰主廚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而家咱們睇藝人喺台灣，其實認識嘅幾多無強嘅食材。林啟峰主廚，而這個國日後嘅藝人喺台灣，同時伊嘛喺老過我哋台灣有319個鄉鎮，睇下鄉鎮地方去尋，伊幾上嘅尋到嘅食材。同時，伊嘛睇我哋台灣最有名嘅傳統做過主廚。喺2017年嘅時節，伊並且邀請到我哋舊金山去做我哋主廚。同時，伊嘛邀請到喺我哋嘅2013年，我哋嘅優隊何美詩2013客家大地創作嘅伊嘅創作人，我哋馬上歡迎伊來到我哋現場度分享講一路行嘅經驗。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主廚來到現場。主持人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啟峰。啟峰主廚哈，那節目的一開始是不是跟我們大概先回顧一下，就是說，您當時為什麼開始走餐飲這一條路啊？因為我小時候隔壁是做台南碗粿，那晚間的蒸煮會有一個飄香，特別濃郁，就是紅蔥頭的香氣。那他是引導我開啟了料理人的這一條路，對。但是問題係講香氣這件事情是很誘人的，其實在很多的料理界也都是這樣子。可是你在住在他旁邊，你應該可以看到他每一天的行程啊！你不覺得他為了要讓大家都能夠去享受那個美食，他可能要很早起床去處理食材？晚間7、8點開始就準備這樣的行程，那到凌晨的時候，它的蒸煮其實是有複合的味道，它有一個燒原子炭的味道，然後蒸籠出來的這一些香氣的紅蔥頭的味道，那還有整個結束停止之後那個漫長的這個熟成的韻味的味道。說起味道這件事情您是不是你自己覺得說，你這個飲業會做一堆廚師，會當一個廚師這件事情，是不是在味覺上面跟你自己的經驗其實是連結得很深？因為你剛剛有提到一個一般人可能都不會去注意到炭火的味道，那真的是要非常接近那個工作場域，你才會聞到，甚至有些人可能會被它的其他的味道蓋住。可是您是不是會覺得說，自己對本身對味道跟記憶這件事情，其實是一件很深刻的連接？是，因為食物的味道的組合，單一如果是從食物面端來發掘的話，其實還不夠透徹。你可以理解到環境給予的這一些不同的影響，包括人散發出來的汗味，也有可能是味道的來源。你可以從其中去理解，甚至於去用一種心境上面的互通，去諒解這樣的過程得到的豐收跟食物的取得何等不容易。所以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說，哇，家鄉味，家鄉味，其實家鄉味帶的不只是那個味道，那個味道說不定還真的是比不上各個大廚的精心調配出來的味道，但是那個味道後面連接的那個記憶跟感受，可能就其他的料理所無法去取代的部分。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時候，就有聽到，就是說，你自己以前曾經走過台灣的319個鄉鎮，是。那在這個319個鄉鎮裡面，你自己有沒有自己覺得說，特別有印象啦，或者是這就是讓你驚豔的食材，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嗎？好。那我來舉一個例子，大概我走319鄉鎮也大概有27年，快將近30年。那其中這樣的議題，特別是近期的環境永續的議題相當的熱門。就是我來到了雲林的口湖，那後來也變成是個朋友，他在養台灣鯛。那他養的台灣鯛，讓我們看見。或許在漁業資源上面的取得，可以得到不同的這個平衡。這個平衡是在於，當你要養成一個
过往我们不是很重视的无锅鱼，那因为经济来源跟它的一个普遍性，其实是更可以在整个市场端的流通，或者是家庭端的运用。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虽然是要20年，他们突破了很多的养殖技术跟取得的方式，养殖的这个过程的食物的投料的一个注意力，让这一些鱼得到的健康的换肉，反而是提供一个永续来源。所以我们也清楚的说，不单一去找食材，而是它可以理解我们在进步中的台湾，它可以发现有很多食物是可以被充分的发挥跟未来性的一个连通。头中我哋咧期望处讲嘅一激发路，係講其實我哋最早期嘅時候，我哋提供所謂的無鍋魚吼，哎呀無鍋魚早期我哋我因為講也係啲嗰啲便宜嘅嘅，同時以色列嗰種飼料嘛講嘅話，可能冇多按有符合理想。嗰時候其實過久嘅時間，我哋就慢慢的模式無鍋魚，後來但是一定更加用一種新嘅方法，甚至用一種新嘅技術去學的無鍋魚，但是一學出來嘅嗰種肉味都冇像以前的奶米咁重。嗰時候更加睇無鍋魚裏邊有幾多嘅主廚攞去用，最主要嘅頭度我哋咧期望主廚有講過嘅地方。嗰種海邊我哋顧唔到魚嘅時間，一種技術成熟嘅一種學魚嘅方法。係變成我哋海邊可以好好對待我哋嘅環境嘅一啲幾好嘅一啲魚呀。所以說，從一個主廚的角度裡面，其實也是會關係到說，今天這個食材它的供應的方式是不是永續的，甚至是不是友善大地的？為什麼要注意到這一點呢？生態跟自然的和諧，其實在整個食物的取得跟養成。有國際觀料理人來談的話，它是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見跟知識。那我們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這樣的養成跟理解大地生息上面的關係，你可以發覺很多食物的變化，其實它都有它的可貴跟它的價值，不會單一是因為它的物種的價格衡量，不只是這樣單純的思考。幾年來一種飲食的改變來說，是不是也帶動了整個餐廳在營運上面跟我們的市場，甚至食材是做一個這麼緊密的一個聯合呢？的確，這一些食物的一個組織跟它的一個分解，也是因為有這樣的過程，我開始了發現，我們把食物的一個組合跟所謂的這一些節氣節令的一個生成。它的生長的過程，你會發現它有不同面貌的可能。也許它是比較青澀，或者它來到比較成熟的時間，採收的點跟時間都完全不同。那你會體會到每一個食物，因為這個過程它的面貌的真實性，這也是我覺得最有價值跟意義的所在。就是我們有時候我們客話講適當歸，就是說適當季，就是在那個什麼樣的季節你就吃什麼樣的東西。那我知道其實您之前在很多的餐廳都待過嘛，那這樣子的一個概念是在這個過去的工作經驗裡面陸陸續續得到的嗎？也是有。那我記得我第一次當主廚的時候是在我從事第7年這個行業開始，我在關廟的南一高爾夫球場。那這個時候的將近20年前，剛好那一年是 SARS， 那很多人就應該會有更多的機會到戶外工作之中是多的運動，這個工作可能會有運動，那不會只是停留在室內。那反而因為在戶外，你可以發現很多戶外，特別在鄉村這一種村落，他們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飲食風貌，包括因為在關廟，所以他會吃的更多這一種醬製品的呈現。那透過因為這一些手作跟醬製，你會發現它的確跟我們都市的飲食有不同的習慣。
可是这不同的习惯会不会跟自己当初所学习的一些，譬如说餐饮的手法或者是餐饮的习惯，会有没有冲突？譬如说酱制品太多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过往我也是从学校晋升到比较高阶的饭店，那这些高阶的饭店不常使用这一些作物，或者是这一些酱制，或者这些味道的组合。那发现了之后，开始慢慢感觉这一块的饮食作用力其实还蛮大的，因为平常吃的人，还是有占了比较多数的空间跟背景，是在这样的味道的记忆体里面。那反而饭店的吃的食物性的这个味道的发掘记忆体，其实是后来因为这一些乡村的风味加进来，你会发现它的组合的方式其实是开始在流行，但是这个流行将近快20年来慢慢变成熟。我们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国际性的面包得奖，但是它里面是放了龙眼干。那这些龙眼干，它可能是放在民间或者是放在乡村风味里面，大家都习以为常。他把它炖汤的时候，鸡汤丢了2-3颗，就有这样的龙眼风味。但是有别于说把它发展到一个不同的一个面向，甚至它已经不再只是餐饮，可能是在烘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食物端的一个散发的能量，其实是一致性的。故事我哋咧启峰先生，其实喺几度嘅地方地方有发现到讲我哋菜体嘅食材嘅几种嘅地方。在2017年嘅时间，我哋启峰先生需要到喺等咧秋田山去做伊嘅住处，嗰时节，伊都把几度台湾菜体嘅食材带去美国。喺很样嘅故事呢，休息下，我哋下一段我同讲。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集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林启峰主厨同我哋分享讲，伊当初做好做传养一条路。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提到，他们在2017年的时间，以 Q 金山嘛哈，去做主厨。那个时候，其实那 A Table 是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餐厅。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说，在一个美国的餐厅里面，把台湾的一些食材带过去的？我在14年的时候已经酝酿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一个餐厅也盖了将近快3年，那绝对让我想要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是我要带领我熟悉的家乡味，就这一些台湾的风味，一起上这样很难得的机会，上到这个国际舞台上面。这也是到旧金山，我想要告诉世界的舞台，不一样的人种，那不一样的人群，那但是也有不同风味是存在某一个区域的生活。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尝试来说好了，要先跟他们沟通吗？还是说作品就是一切？那很特别的是，因为这一个职位是一个 chef de cuisine，那这一个职位在餐厅的架构上，它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主厨的位置，等于是一个执行主厨。那他可以统筹，甚至可以发想，用自己的想法做法作为主体跟带领，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跟机缘可以置入我想要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把台湾的味道推向这一个舞台上面，一方面也是要让大家了解说，其实台湾的味道制成跟它的过程有很多是非常良人的做法，那也很不同于以往这些加工品或者这些酱汁的一个呈现、添加等等。从第一摆优对后面是2013客家太体传统底部，第一的作品底部，你也加入了很多客家的元素，甚至
去走访了客家村庄。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嘛，我常常就吃这些东西。可是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客家村庄的什么味道或者是什么食材是最让您惊艳的？客家人对这一些作物的植种，跟对作物过往先人在这个环境为了植种而生机立命的所在，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我说的差别是，像我们看待的这一个像我们这一次以美山六甲的山林跟六龟一样，有种芒果，特别是金黄种。那大部分对市场端理解金黄好像六龟是比较出名，甚至以六龟的一个地域地理也比较适当。但我们也期待是山林在种的部分的芒果风味，不因只是地缘上面的区别，而是去看待我们这个客家聚落里面认真的人在从事耕作的时候，食物的甜滋味应该是流入在人的这个植种上面的辛劳。可是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我有点难以去理解，就是说，因为大家就会讲说啊，金黄就是个植物嘛，那客家人种跟闽南人种会不一样吗？还是说你要在呈现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加入什么样的东西，去让人家知道说啊，这个是我们客家庄，不管是山林或者是六龟所种出来的芒果。像我们去拜访的这一些产地，那因为背景都是客家人，那因为区域性来谈的话，我们先锁定客家区域嘛，那这些客家的长者，这些前辈们，他们其实像比如芒果这一个，它有别于我发现的芒果的植种闽南系统的，因为这一些区域里面的芒果，它都是老长的，大概有30-40年了。大部分长得不好的可能就放弃了，那就把它当作财星。但是这一些老人家们，他们其实让这些老长的留下来，有很多过程是他觉得他把它当作是他的家人，所以他也会希望说，他生病了就及时行医，及时让他转为好的现象。那也是在等待每一年的收成是可以更好。所以光这一些比较人文向的过程，让我发现种植的芒果这一份甜意，可能就是来自于人的故事。那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食材，那有些食材其实是就是客家人非常擅长腌制的东西，那甚至是我们美浓的水莲啊，甚至姜黄之类的。那像在这些食材在使用的时候，它的手法会回到您擅长的那种比较传统式、比较算是餐厅式的手法吗？还是你也会去引用在地人的一种烹调的方式呢？那因为这是2023年我们在做客家大地餐桌的食物设计的时候，我们发现把这一些客家聚落里面的素材，然后把它分解之后，你会看出你需要一些公式。那这些公式，你可能要很清楚过去的食物端它应该呈现的风味如何。打一个比方，我们借由高丽菜酸来做菜风，我们借由黄豆酱来做冬瓜。那这一些的食物作用力上，它可以取得的你熟悉的客家聚落里面的味道，其实它并不会是单一闽南或者是我们的外省风味独特会有的存在感。那因为这一些的组合跟这一些食物的味觉，其实在客家区域里面都是蛮习以为常的。借助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让味道是可以更多的共识感。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更不一样的客家区域的认识，然后带出过往这些区域里面的生活有的味道，然后再重新组合。这也是当然是希望多一点的素材是可以被发掘。
因为其实吼，我按你摸了年以后，我就嘛提供其实需要讲，譬如讲王立忠来讲，无你讲头头啊，等你讲个头奖吼，无你讲其他嘅最重要嘅係我哋見看到上面有一啲有啲羅皮乾吼，其實一種無強嘅食材，聽下的客家種地方，以後處理嘅方法是無強樣嘅，譬如說像我們的蘿蔔乾，对，好。这其实像这样子，保存这么久的萝卜干，其实在我们六堆的客家乡镇里面，其实也只有大概在美浓的部分还有保存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可是他们在煮萝卜鸡汤的时候是有非常严谨的一道程序。不照他那种方式煮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啊，它好像就没有多大的味道。可是要照着他们那种，譬如说阿婆传下来的那种方式，使用了这样子道地的食材之后，它那个萝卜的鸡汤就会非常的温润，甚至有完全不同的味道的呈现。对，因为每一个年纪的萝卜干都有散发每一个应该不同的萝卜风味，那这也是特别感谢时间酝酿出来的风味，而产生这一些风土的个性，我觉得相当难得，也成就了当然像美浓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他们还保留跟保存这样的一个风土作物，有别于北部的客家人的饮食。我们在萝卜干的制成也承袭了先民，特别是客家先民，他们对这个部分的记忆的保存，跟现在在持续在推广的这个风味的保存，我们也期许说，让过往这一些的家庭就会做的萝卜干的风味是可以比较普及，甚至于把它放在不一样的一个国际视野上面的舞台去作业。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你们其实到了当地之后，除了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客家庄里面去探索新的食材，你们还要探索他们的烹煮方式吗？对，因为像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萝卜鸡汤，它放的他们说3代同堂，甚至说4代同堂也不一定哦。那这个几代同堂都有不一样的时间点出现，比如说可能新鲜的萝卜在炖汤的起始点就要开跑了，它比较年轻。那越到后面，可能在投料的时间，你加的萝卜干，你可能要慢慢在可能起锅前10几分钟、20分钟才慢慢投料，你可以保持萝卜汤有味道。那也可以锁住萝卜干，它应该在萝卜干里面的味道，不要那么的快速的流逝出。所以整个萝卜的烹煮萝卜汤底，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没有错，对。这都启峰先生讲到四代同堂的时候，都提讲启峰先生真是有认真的在做功课哦。首先下我哋买嗰度国情菜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今日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嘅林啟峰主廚，同你分享講，伊哋有對後面是2013客家大地傳統地方一種認識的客家的食材。那這一部分因為其實上一段我們已經有跟主廚有請教過了嘛，你在客家莊裡面有探尋到的一些客家的一個食材。那在這樣子的一個2013客家大地餐桌裡面，您最後推出了幾個樣式啊？我設計了10道菜。哦，冇簡單呢，不容易呢。嘿，那這樣子10道菜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再呈現出來呢？我們把過往的傳統應該要有的出現的做一些創作，但是這個創作上其實都離不開傳統的想法。那就好比說我們的吉大風，它是一個大風，就是客家大菜，就是大的滷的這個大風肉。那我們也保留了蘿蔔雞湯。
那这个萝卜鸡汤可能用不同的烹调方式，比较西式的用熟沸的方式。那取得的鸡可能像是美浓的这个人治三放山鸡，我们用手工取下这个鸡胸肉打成慕斯，这一些手法是一般中式饮食料理上面呈现的手法不同的。那也期许这一端的设计是可以比较有国际能见度。那包括我们用了一个森林的开场，它是仙草干，那用仙草干去浓缩，加上小林就是在甲仙这边的手做的黑糖，调成一个气泡饮。其实，在客家人的思考上面，可能这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客家风味的呈现，他可能会觉得喝仙草干是很平常，但是加上了这一些打的气泡，变成比较清爽型的饮品的时候，反而他们也会蛮惊讶的，这样的味道是存在的，但体验或许是对他而言是比较创新。那10道菜里面，最丰富的莫过于我们把客家味的味型的组合都放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面。那置入的是客庄的作物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我们期待可以理解客家味不会单一只是存在你印象中的客家味型，而是对于人的生活体验上面的客家人的生活，聚落里面的生存，地产上面的生态，我觉得这是一个组合性的客家新味道，所以我们也期许这样的味道可以让民众们再一次的理解，原来客家庄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掘的故事。因为观众朋友谈到启丰主厨讲古雅鸡巴是这样，无看到阿明姑点头如捣蒜，因为睇到第一咧讲嘛东西，因为其实我哋改道时间，我哋提供我哋的食材改好，我哋的下岗人的烹调改好，但是有时就对我哋讲，个乡土的人来讲的话，有时就如果讲煮鸡卵的煮鸡，然后米头改好，但是可能鸡肉嘅部分。唔了用去加强，我都讲其他有的米头一直在的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可是我们提供加强米改好，但是适度的我感觉到改米同时，嘛唔伫按样去同小解本，我能讲国际上的朋友。但是头到启丰先生讲过一件事情的是，我哋都发现到，伊用菜地的食材，甚至用我们最传统的一种烹调方法，但是把改变到更加健康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我都讲改变到用更加的食材以外，国际方面他家可以去接受的东西，但是给米托切都系菜地，切都很样本的。那这样子，大家这样子看到这样的菜式之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应该很惊艳吧？对，的确，我也觉得我们的思考点是比较有成就感。是，对，而且这一些成就感是他们会发现，其实原来不变的，反而它可以大以有不同的面貌呈现。我觉得。同样是一瓶装置在瓶子装里面的这些酸菜或者是高丽菜酸，我觉得它的变化反而可以更灵活。那这一些的灵活，我们单纯留下它一个风味，但做法跟它的一个广泛的思考，却可以更包容。那这也是我觉得客家人的这样的生活背景。跟他的处境，让人家觉得他就是这么精彩，应该在食物端也可以这样的呈现。所以说，真的是，也许口感变了，但是味道不变。对，味道后面的那个记忆就不会改变。对，但是可能饮用的方法，我们所谓吃的方法不一样了，它怎么变成一个慕斯？但是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是，我觉得那种感觉会非常的令人惊艳。那像后来主厨从美国回来之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嘛。那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店，对您的来说，它的一个经营的理念是什么？其实我在谈论的一个山河清风，它是一个无中到有。那我们一直也期待
用台湾料理来扣住台湾人对家乡跟对土地的赞美认同。那这一些的过往，我们期许台湾菜里面的这样的环节，特别是每一个区块或者是每一个拼图都是何等的重要，有它的重量。那客家菜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发想，其实有在于我2004年参加客家行政院一个客家美食大赛，我就已经奠定了将近20年前就在着手记录跟实验以及地产的发现。那这一些的规划对我的餐厅同样都是在做一件我们如何扣紧这一些土地的声音跟资产端的不同面貌，在谈耕作者或者是在谈养殖者，他们对食物端的一个提供，食材上面的一个发想，特别是串联起来的时候，在我最成熟的时间，我想要组合我认知的台湾食物的面貌，来告诉我们的大众，特别是希望还有一次的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一些味道跟组合再推向国际。这也是我的餐厅上面的发想，透过这样用诉说自己我们土地的一个风格跟风土的生命力，让不一样食物的味道的呈现是被看见的。因为讲起来吼，我真的会看到，其实在台湾规个的算是饮食的演变里面，从早期我们可能是因为日治的关系，我们台湾是流行的日治的文化，甚至在那个文化里面所留下来的一些所谓的饮食，都还有在我们的小吃的影子里面。那后来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带来了可能中国很多不同的菜系，川菜啦、粤菜啦，全部到台湾来。所以说，在有一段时间，台湾真的就是充斥了我们非常多的所谓的外省菜。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台菜的一个兴起，然后开始回到最原始的，到底在我们台湾菜里面，我们说的台湾的菜是指在台湾里面大家混合起来的那些菜系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很珍贵的，甚至就是说它真的就是一个混合之后，但是它自己发扬光大。然后回到刚刚我们主厨一直在提到，就是在地的饮食的方式，在地的素材，甚至这个素材是不是有永续，甚至是有一种环保的概念。所以说，听完今天这个节目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在主厨的一个养成训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让你觉得说，从在地出发，甚至去了解在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把它推向国际，这个是你那么严重、那么重要的一个初衷呢？的确，我们感性思考这一些当下的作者，那我从我的料理人出发，那结合了这一些生产者，那扣环在台湾味觉上面的记忆，那这一些味觉其实是一种共识。那对于整体来说，我期许他这样的共识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认识跟认同，因为唯独只有更多的认同，台湾菜的融合感才会被国际也认同。那客家菜也好，或者是这个大江南北的五湖菜别它都在这样的土地中已经滋长出不一样，或者是它的面貌就是如此。那如何让这一些的大融合可以独立、有系统，然后被归纳，甚至于大家对于这样的共识，可以提供一个对食物端跟我们统一有一个口径。当我们用了美浓的麻油的时候，在这次活动也有出现，但美浓没有生产这个芝麻，甚至于杂粮性的作物很少。那过往的生活，因为家乡需要这样的一个味觉的提示跟存在，过往的先民们是有这样的种植，
所以二方面也期待这样的食物的味道是可以被延续，甚至于我们的世代的一个认识，知道过去的土地发生什么样的真实，这也是我们对味觉上面的引领期盼的一个形式，是过去的不能忘，但是未来的要敢创作，但是在根本上面的发想跟基础，它都是于原源上面的初衷不变的，所以这也是对食材上面的认真看待，势必是要更投入。所以说，一道所谓的菜肴里面，它不仅是承载着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甚至它不仅是它的味道而已，它甚至过去的历史、鲜明的生活的方式，甚至它所创新的一种手法，就代表了这个味道可能在未来，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传递下去？也许它今天是个气泡饮，也许它未来会是一个冰淇淋，用大家能够未来的人可以熟悉的方式，但是味道不变。回忆是不变的，太棒了！你讲的我觉得非常认同，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它也许从开发跟研发端，它已经告诉我们未来的可能性，需要更多的不单一只是创意，而是说怎么用市场，特别是世界观来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结构。那过往像麻油都是炒的黑黑的，炒得很深的我们什么的生培。那麻油的生培的确是以前老一辈他们很喜欢这样带点苦的劲味，但也许这个阶段的人事物可能对吃这样的苦的麻油并不能太大的突破或接受，但如果终有一天，因为这个苦是你必须要尝试的，我们也期许大家一起回过来看看过程中不可以磨灭记忆的这个风味的存在。其实头头我哋咧去phòng主廚講嘅最尾句話，路邊我哋想到講，其實我哋今日看到嘅啲食物來講話，唔單止係嘅食材，其實以最多係幾多我哋以前嘅記憶，還有所有嘅歷史。今日我感謝我哋去phòng主廚。分享安吉菜故事，谢谢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謝謝。休息下喎，得聽下嚟現場來傾下認同喎。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